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箴言第30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，恐怕飽足不認神，貧窮偷竊就滿身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。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。今天讀箴言第30章。亞基的兒子亞古珥的言語就是真言。這人對以帖和烏甲說：我比眾人更蠢笨，也沒有人的聰明。我沒有學好智慧，也不認識至聖者。誰天又降下來？誰墜風在掌握中？誰包水在衣服裏？誰立定地的四極？他名叫什麼？他兒子名叫什麼？你知道麼？神的言語句句都是煉淨的，投靠他的他變作他們的盾牌。他的言語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責備你，你就顯為說謊言的。我求你兩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，不要不賜給我。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，使我也不貧窮，也不富足，賜給我需用的飲食。恐怕我飽足不認你，說耶和華是誰呢？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，以致褻瀆我神的名。你不要向主人殘謗僕人，恐怕他咒咗你，你便算為有罪。有一宗人中原文作代下同咒咗父親，不給母親祝福。有一宗人自以為清潔，卻沒有洗去自己的污穢。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，眼皮也是高舉。有一宗人牙如劍，齒如刀，要吞滅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間的窮乏人。螞蝗有2個女兒，常月給啊給啊，有3養不知足的，連不說夠的共有4養，就是陰間和石胎浸水不足的地並火。戲笑父親藐視而不聽從母親的，他的眼睛必為谷中的烏鴉啄出來，為鷹雛所吃。我所測不透的奇妙有3樣，連我所不知道的共有4樣，就是鷹在空中飛的道，蛇在磐石上爬的道，船在海中行的道，男與女交合的道。淫婦的道也是這樣，他吃了把嘴一擦，就說我沒有行戶。使地震動的有3樣，連地擔不起的共有4樣，就是僕人作王，愚頑人吃飽，醜惡的女子出嫁，婢女接續主務。地上有4樣小物，卻甚聰明。螞蟻是無力之類，卻在夏天預備糧食。沙番是軟弱之類，卻在磐石中造房。蝗蟲沒有君王，卻分隊而出。守宮用爪抓牆，卻住在王宮。步行威武的有3樣，連行走威武的共有4樣，就是獅子乃百獸中最為猛烈，無所躲避的。獵狗攻山羊和無人能敵的君王。你若行事愚頑，自高自傲，或是懷了惡念，就當用手糊口。搖牛奶必成奶油，扭鼻子必出血，照樣。激動怒氣必起爭端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30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，恐怕飽足不認神，貧窮偷竊就滿身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恐怕飽足不認神，貧窮偷竊就滿身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。
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，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28章，義人膽壯，像獅子；惡人遭禍受懲治。第29章，沒有異象，民放肆遵守律法，福澤斯。第30章，恐怕飽足不認神，貧窮偷竊就滿身。想一想，為何人在飽足時會不認神呢？